看台视闽南语连续剧《查某头家》。日头出来照着阮，予阮想起伊像百分安慰阮，粉红的嘴唇，迄蕊新厝真正水。纯情的心，沉醉在爱的河边，有人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。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流也笑阮，爱伊是不变的心，沉醉的爱。恁嫂，阮才有着车行啦，毋知恁囝车有用无？借阮3台走啦。买啦，歹势吼，好，买，多谢。有钱互咱趁哦，煞无车互咱走。像这种大话哦，要叫咱去倒位吊车啦。不要紧啦。小哥啊，阿三啊，啥？恁囝毋是要去找苏老板迄边？哎呀，杀掉啊啦！恁遮欠人斗下手，阮是来看有法度斗相共的无啦？你敢毋惊得罪苏金虎？无要紧啦，阮迄边走做啊，也是11月吉啊，恁有啥好惊啊？对啊，国讲所迄个人啊，介巨毛啊，走夜车吼，遐甲你嫌者，遐甲你扣者，做代志我袂爽势咧呀！今日为着要甲恁斗相共啊，就算讲以后无啥人走，嘛无要紧啊啦。赞，义气，有气魄。若要讲正义、论气魄啊，就咱秀哥啊，伊好阮几啊10杯咧啦。为了要救人啊，上火车卖掉。吼，秀哥啊，讲正经的，你昨暝你矫正迄个气魄哦，真正互人欣赏的啦。好啦，阮头家娘哦，敢若还顾别人啦，袂晓顾家己啦。但是哦，我都毋知要讲伊戆哦，还是讲伊好啦。这当然嘛是好，伊做会到代志，咱做袂到咧啊，对伊袂着诶。秀哥啊，咱今日要走倒位哈？既然恁大家去斗相共，无就较歹势咧，麻烦恁啦。囝回报和信社遐吼，有盆景要送大楼，才麻烦恁过一转。好，来个啦，行，阮来去。走，按走。别你讲，兄弟啊，感谢你啊，孙家了。三妈，你看，咱即摆车行虽然讲无车，按不应甲咱斗相共吼，咱车行莫当继续做落去啊。做是会使做啦，毋过拢用互别人做，咱逐业无趁啥，安哪有啥物意思啦？不要紧啦，只要车行会当维持落去吼，情况会慢慢啊好啦。水秀啊，妈，搬一个饭来，好菜，哦，煮好食。你啊这么讲究啦，阮叫便当就好啊。我伫营养伫厝也无代志啊啦，摕起来吼，较有运动咧。来，不出来出来。哎呦，多谢你哦。搞工都无小本呢啦！头家嘛，今仔日是啥物好日子啊？哪会煮啊这尔凄惨啦？我对头家哦，无10年嘛有8年啦，就毋捌看你赶饭来啦。哦，今仔日咯头一摆了，安尼就对啦。对阮较好的吼，阮心情较放会开啦，较袂去定定想着迄台车啦。是啊，阿三啊，我今仔日哦，煮一个你上爱食迄个糖醋鱼啦。哎呦，
看一罐酒哦，要你陪。啊，还有酒哦！哇，赞！哦，头家嘛，哦，我怪你做人成功啦，还有酒呢。那无够意思啦，我都改酒啊，搁摕酒来啦。歹势，我煞叫袂记，歹势啦。头家嘛，我阿三啊哦，拢决心要改酒啊，啊你嘛爱建议咧来种啊哦，改缴啦啊，安尼哦，阮头家娘的苦心甲牺牲哦，甲袂白费啦。我知啦。啊，叫吼，我一定叫阿姐改，一定改啦。嘿啦，头家嘛，你转去啊，我爱来种啊讲哦，讲改缴哦是安尼啦，改缴吼上重要的哦就是毅力啦，吼，还有坚强的毅力哦，做啥物代志哦，都会 no problem， 安尼知无？我知啦，阮阿真啊吼，即摆嘛是要做人看，人偷走就去找头路安尼。哦，咁正经诶，袂歹，真好，安尼无啥物代志啊吼，啊开动啦啊！妈，来啦，做伙食。我食饱啦，来，恁食。袂歹呢，哦，头家妈哦，这顿澎湃哦，哦。阿壮，庄太太无来，伊毋讲家己要来载，伊即摆连车咧都无，是咩来载啦？伊的火车咧，火车才变别人的啊啦，火车哪会变别人的啦？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啦？要讲落话头长啦。啊，你迄个来劲啊无？走去苏老板咧跋筊啦，啊跋输筊咧，将春秀来火车哦，才等互苏老板啦。唉。歹势吼，最近阮较无闲啦，所以你的车，你遐货吼，阮无法度甲你走啦。以后吼，阮若增加车吼，我才通知你啦。歹势。曾太太，回君，张太太，你哪有银行来？阿三啊，起床啊！好啦，啊你哪有闲来啦？侯先生，真歹势，阮今日较无闲啦，所以叫阿全吼去找恁的花啦。曾太太，你的代志吼，阮拢知影啦。阮今仔就是为着你的代志专工来的呢。庄太太，这是阮礼物啦。青仔，啊你摕青仔来做礼物咯？是啊，这青啊真论命啦，搁较歹的环境哦，伊拢会使坚强活落去啦。我想讲哦，摕这来送你啦，希望你毋通失志，啊像这青仔共款，勇敢行行，毋惊风，毋惊雨，搁较毋惊困难。是啦，人活伫这个世间上吼，遇到困难拢是难免的啊。也毋过，只要你会使坚持落去，总是有好运来的一天啊。虽然你的火车停无去啊，也毋过你这间货运行还阁伫个啊。你免烦恼啦，阮拢会支持你的。啊，毋过这头青仔，你毋是费10几年的心血才培养出来宝贝，这么贵重的物件，我袂当收啦。青仔本身哦无贵啦，珍贵是伊代表精神啊。阮哥就是希望讲会使借着这张青仔吼，鼓励你对困境当中爬起来。你着多谢恁啦。嘿，我是真感谢哦恁的好意啦，啊这精神鼓励哦嘛是袂歹啦，啊毋过哦，我青仔长哦，腹肚嘛是袂饱嘛。好呀，啊你敢有较实际的帮助啊？有，当然嘛有。啊，阮哥哦，早天想好啊。嘿哦，庄太太，货运行哦无车袂用的啦，我先借你钱，你先去买车。机票，哎呦，搁现金机票诶，20万了。毋过好呀，这敢会算利息啊？哎哟，搁算啥物利息？免啦，阮哥根本就无拍算恁爱去啊。慧君，阿三啊，种机票还好先生啦。头家娘啊，人嘛是好意借咱钱啊，你有啥不爱收咧啊？是啦，曾太太，你若毋收吼，阮哥心内足艰苦的呢。郑太太，人总是有困难时阵啊。今仔日我甲你斗3工啊，无的确，人工我需要你甲我斗3工。侯先生，
你的好意我了解，啊，不过这个钱哦，我袂当收。陈太太，为弟啊，以后我回破行李啊，拢是你甲我找的。你钱哦先收来，咱再打包扣。我袂当，还袂做你的工课，就来收你的钱，请你收回去。多谢你的好意，啊，不过我有我的原则。母啊，今日外口撞一工，腹肚解枵了，啊，哪想物件通好过啦？母啊，母啊，哎，真衰啊嘿！伫外口撞一工，撞无半，转来阁无物件通食。唉，无代无志就讲救助啊，找啥物头路？啊，初单我也袂做，轻课也轮袂着我啦。我是要讲做啥？你无叫通歌吼，规身躯又才骨酸软去。老本就来拼遮大摊啊啦，落海搁踮外口互糟蹋。失败啦！真是失败！失败啦！手气袂歹哦。我手气好后效，啊无本啊。对啊，锁啊遐大概有哦。啊，别！阿姐啊，想要过？你敢有钱？钱等一就钱啊啦，钱。等发票，卖给人老掉了。阿姐啊，所以，啊你来过来，你毋是昨才讲要改缴？啊所以啊，早你嘛行下来啊，你敢毋知讲缴金较论阵少啦？莫讲遮济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等你几夜嘛呢？你等我？你等我创啊？搁要借钱哦？拜托个啊，你顶斗借的钱哦，到暂时还袂还的啊，我无可能搁借你的。当然是想讲要甲你借钱啦。所以啊，我这吼压互你，看你压偌济。这啥？头呀，这是请人的地契啊。哇，来劲啊！你搁有两步去啦哦！哎呦，硬感你就砸来啊！真是啊，你定毋知啊？啊，你管遐济是要创啥啦？好啦，莫讲遮济啦，钱先摕来啊！我得先压互你，等我若赢叫的时阵，我再搁等下甲你摕。我今仔手气是真好，稳赢的。妈，啊你免烦恼啦，来真吼没有代志啦。你来讲叫我免烦恼，3点啊呢，连一通电话都无啦，哪有找到路找到3更半暝？妈，无你先来食面啦，啊食咧吼，你先去休困啦吼，啊我来等小姐啊，伊等下再甲你叫吼。我无咧心情通好食啦，规工哦，这目睭皮直直喘，这
啊，真个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妈，袂啦，伊会照顾家己啦，啊，伊也毋是囡仔啊。唔对唔对，春秀啊，你这尔晚袂转来，敢讲伊搁走一步？妈，伊袂？袂啦，伊着搁想要改掉啊，对无？哦，你放心啊。转来啊，你看，转来啊。啊，真啊！母啊，嫂，你哪袂困哦？啊，真啊！啊，你找头路哪找到遮暗啦？无啦，我就转去过来金工厂问看卖有夜班通做无，毋则遐暗转来。啊，你暗转来哦，就先敲一通电话转来，免逐个伫烦恼啊。啊，我就赶要找头路啊。小姐啊，免着急啦，看看来啦。哦，母啊，我走规工足忝的，我先来困啦。啊，真啊！母啊，是搁啥物代志啦？先食一碗面。我过来煮一碗吼。唔免啦，规日我食袂落，怎啊互伊食？母啊，我袂晓啦，你家己食啦。啊，真啊！这个囡仔吼，电一头路找了无顺时，你有准啦。妈，你免烦恼啦，我会甲小姐啊斗主意吼，看伊有适合的头路无。若讲到头路吼，我确实要替你烦恼。你即摆车也无，啊，车行是变哪经营落去？嘛是会用的啊，迄头路引互别人走吼，嘛是会使做啦。只要车行有伫咧吼，总是有希望啊。我现在拍戏，我是冤的，我是冤欢迎啊，来，快进来洗面，那边洗洗哦，去学校。哎，小姐啊，啊，你这样子你吵得起来啊？嘿，阿珍啊，你这才要去头路啊？水的爱，欢迎啊，来，快进来洗面，那边洗洗哦，去学校。哎，小姐啊，啊，你这样子你吵得起来啊？嘿，阿珍啊，你这才要去头路啊？这哪有其他培训啊？这个培训啥个啊？啊？坤真啊，家己去甲面洗洗咧，等下妈妈送你去学校，吼，快进来。啥个？啥个啊？我会啦。你个要出去找头路，就爱早培训哦。我是要去下港一逝啦。要去下港？啊，落朋友介绍我去啊，顾村库做管理员啦。我想要进来了解一下。下港遐远，你从来无讲哈？我本来嘛无想要去遐远啊，啊，落昨暗我想规暝，想讲，但决心要改嫁啦。啊，不如来做看啊。但我即马在遮啦，大人拢熟悉我，我若讲我改嫁啥物事，人嘛是来招我去搏啊。啊，不如我来找一个无人熟悉我的环境啊，我较好重新开始啊。你安尼想也是对啦，啊，毋过母啊，下港也无偌远啊啦，我绝对要来啦。妈，啊，小姐啊吼，既然要重新开始，咱得支持伊啊。安尼嘛是对。母啊，煞啊无安尼我先来啊。哎，阿珍，要不安尼啦，后尾带你来去。免啦，你是去要创啥啦？我毋是囡仔啦，我甲朋友约好啊，伊要载我落去啦。哦，安尼也好啦，啊，毋过你都还会记的哦。人讲在家日好，出外条条难，食人的头路要较打拼，较认真的嘿。知啦。身躯较无钱啊吼，
再搁一罐。免啦，母啊，我阁有啦，厝的嘛还阁用钱，恁家己留个用啦。出我。母啊，我咧赶时间，啊无我来啊。母啊，较早我较毋捌代志，互你超烦，你要原谅我。讲囡仔，你讲我这个创啥啦？以后若认真打拼，好好做人，安尼就好啊。母啊，后摆我无伫的时阵，你还我保重。我知啦，你去外头住较顺利嘿。是啊，我失礼啦。小姐啊，你莫安尼啦。虽然讲吼我失去一台脚车，啊，毋过你会当改过吼，安尼嘛算有价值啊。妈，我面色好啊。宽宁，啊，前摆来下港啊，政府才会倒转来。你落乖乖听恁老爸的话，好好读册，唔通像我一较早安尼，知无？是啊，母我就拜托你啊。会啦，我会照顾妈妈啦。是啊，多谢。哥，你都较注意嘿。到伊就会记敲电话转来哦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去，青春难